2022年6月11日，嘛是咱第38回世界化论坛。今仔实在是真特殊啦吼，咱会当请到一个专业的podcast 的这个 MC 姐姐来甲咱分享冠剧团搁有这声好podcast 的节目伊抑阁足少年啦伊一句名言就是讲伊日时做警官暝时做局长啦拢是咧演戏所以讲即句话足趣味啦伊甲伊的人生不管是安尼伊的正业，还是变做讲伊的兴趣拢就是袂输咧演一盘戏伊演一场戏伊上趣味的所在，我相信伊就是即生就是咧演戏伊的 podcast 真正啊趣味伊也有翻译足侪即个世界名著做台语的剧本还是讲世界台语的诗世界名著翻做即个诗伊搁一部熬就是讲。伊甲即个华文的诗，还是讲文章要甲读册台语读甲相当流利啦流利好，安尼无我就无爱占大家时间，我即马即个时间交互罗志杰叫做 MC 姐姐，MC 是 Master of Ceremony 姐姐应该是伊的艺名好，安尼我就甲时间交互。志杰，空中各位兄弟，大家好吼！我来甲这个荧幕分享互大家看用我这 PowerPoint 当然若倒位无清楚拢随发言我则个因为咱这毋知大家伫迄个世界倒位所以讲若是迄个网络问题，啥物则随发言这是我迄个。等伊咧，我想搁插一句我拄则袂记讲一点，就咱今仔日的即个方式发文的方式，咱尽量用即个 chat room 因为伊今仔日咧要讲的资料不只要丰富啦所以我是想讲今仔日咱讨论的方式，答的方式就是讲，你若有想着啥物问题先放踮 chat room 较做一捆，伊做了的时，咱较做一捆来讲安尼，好无好。歹势好，好，请。好，安尼我开始咱今日要讲的这个主题叫做用乡民的台语讲西方的经典是讲乡民因为其实我毋是像信涵老师即款算专业的这个文学也是讲学者安尼我就是其实是讲家己生活中经验有限的这个台语词一般对也是讲民谣。我成长的过程也是讲空或者是我参与这个戏剧的这个演出，也是讲翻译，也是改编安尼像大家即马第一张看到，这是即出是当初是阮剧团去英国爱丁堡做的这个假的幕秀内底嘛是有阮有几个这个 Shakespeare 的这个作品参伫咧内底安尼这个一开始是安怎我会参与这歹势一开始我会参与这其实是因为我读家己高中的时阵算一个机缘啦。迄个时阵家己高中就是办这个迄叫闽南语的这个演讲比赛我迄个时阵算开好一半开好啦因为迄个时阵伊有3个题目一个叫做南南北嘛有一部摊一个叫拍断手骨颠倒药一个叫母亲台湾我迄时阵就拣一个母亲台湾这个题目去演讲的时阵，一开始就先甲红阮的故乡甲唱对这个早期台湾有着介济先辈为着要争取这民主流亡海外的故事讲起安尼。我事后回想可能是迄个时阵的评审啦可能是拢是算意志较小活的所以这开好怎得这第一名。毋过我迄时阵就开始想讲，这个物件敢若会当互我得到算有好处安尼就是这个技工嘛安尼所以我就开始针对这个台语这块开始就靠意识来去收集安尼而且我阁有拄着我的恩师就是吕玉新老师就是李英昌教授的查某囝
我的老师来家己带阮做，发现我咧讲台语，嘛鼓励阮用台语去做，伫我读家己高中的时阵，所以我就陆陆续续来收集身躯边听到的尤其是阮老母恁骂人的话，这个周淑礼骂人集锦，这个周淑礼就是阮老母啦阮老母平时因为庄脚嘛咱台湾庄脚查甫人有时骂，拢错甲六条一直来。过查某人拢较向压迫，所以咧甲骂的时阵就较无大较自由，阮母算是头壳真好的人，伊咧骂人拢是拖即个俗语安尼比如讲，即个因为我比伊较悬嘛，伊骂我就骹落手落要食毋做，甲我骂，我问讲，母安那骂咩啊骂？就讲长腰底病，食饱出烧济，比如我读国校伫家条做工课。阮老爸寒米露互我啉，阮母就是讲好种运肠，歹种运肠，若骂庄脚有个人会当生，讲球搁欠，腰椎搁十粒，还是讲歹过搞子，歹查某搞元气，毋过像阮即马伫使用即个台语的即个戏剧来讲话，像譬如讲我若拄着要用即个台湾即个俗语讲歹过搞子，歹查某搞元气的时阵。伫即摆这个时代，我可能就会甲改做歹过搞子，歹人搞言语，因为这歹查某搞言语，可能就针对咱传统社会，针对这个性别，的这个算较刻板的这个眼光啦，所以在创作的过程，有时我嘛想要甲传统的物件怎去愈符合现代，较新，也是讲较符合咱即摆咧追求的这个价值，就是讲感觉语言嘛是咧对着咱社会观念就去进化，就去改变安尼。我也这因为阮兜饲鸡啦所以足侪鸡个台湾人的生活其实甲鸡嘛做有足大的关系。阮兜自以早细汉就是拢伫鸡条大汉咧饲养鸡这生鸡卵无放鸡屎规大堆，应该大家拢有听过。是讲袂生牵拖厝边，像我来用伫戏剧，我可能若是用较粗的戏、较野的戏，可能讲袂生牵拖厝边人拍破。比如讲佫变化安尼，后来歪喙鸡想要食好米，无迄个尻川莫甲人食迄个瀉药，无鼎引人杀牛咱，这是骂阮老爸，这我感觉就是足传承的啦，足准的个，因为阮老爸伊是足热情的人，朋友来邀要做代志，要斗相共，阮老爸就好啦好啦，我甲你处理，我来处理啊，拢无去准则讲家己的实力到底，到我都去人斗相共，人人来邀就人斗相共。阮母就骂阮老爸讲，无鼎引人杀牛咱我会骂这公务人员，食东食铁，食到阿鲁米，这嘛是后头嘛是骂我你就知影我做贫惰的讲食要食好，做要做辛苦，过来嘛是骂我，食饭用我讲做事闪师傅，过来是骂阮老爸阮老爸算做爱唬咱的啦讲袂先假先牛咱假落边过来是骂阮囡仔讲袂当算莫伫迄个啥，假好业人，卖肥假喘，卖有钱假好业人款，就是因为以早是肥个人算较好业人嘛，你无较肥，你伫遐假伫遐喘安尼卖有钱假好业人款。过来是一个，阮听过阮母也共骂，我感觉目前我听过上惨的，讲歹心学落度要死，找查甫出山透风剑落骨头去遐到家己波，这介一个俗语，我早伫做伫自十几岁做戏到即，常常拢会用着阮母讲过，人伊是共骂话感觉用伫戏剧嘅表现，我感觉是极好嘅武器。对阮做戏人来讲，就是台词是演员嘅武器啦。台词设计了愈好，其实演员愈好演。我感觉所以做一个要设计台词嘅人来讲我感觉有台湾嘅俗语会当用，其实伫舞台顶嘅表现是。所以定甲朋友开讲，我拢会讲这台语戏是上好演嘅，台词啊设计好。演员只要有哪讲，甲台词好好甲讲出来，戏剧的效果就会最好。之前有影片有算有互大家大家若买手若兴趣嘛咱看，这就是我高中的时阵接触戏剧，迄个时阵台湾咱有一个吴敬梓博士咧吹杀这个青少年的这个戏剧，我讲阮老师来甲阮教戏，迄是我一开始接触戏剧的这个开始
买手大家若兴趣嘛，咱去找即个影片来看，内底所有的俗语，拢是平常时阮母也讲过的。所以咱今日题目较会讲用双面的台语，讲西方的经典安尼。啊，另外一部分，我伫台北食头路啊嘛机缘熟悉即个日本剧团，啊熟悉即个吴念真导演啊个陈德生陈竹生咧影帝啊伫甲因做戏的过程，因嘛拢知影阮伫家己因为阮少年的接触戏剧，拢是因遮的先辈有关系啦。当初是我讲吴敬梓博士，即个执行单位是直通车啦，啊直通车含绿光其拢是共遐人，共遐先辈，因咧推上，所以10几年啊，家己阮阁继续伫遐做，所以讲伫日本的戏进一步去参与因的灵感条件的演出，啊伫即个戏情戏的时阵林念真有时啊就会出来帮剧团拍一下广告安尼得到即个先辈的即个支持安尼啊，阮伫家己遮发展的时阵呢，第一届放入台语的即个元素会当讲对即个1年所以对即马是几年前11年前。这个机缘啦有时啊，其实我安尼回头看阮会做台语即块毋是讲一开始阮就做有意识的我毋敢讲家己是一开始就要保留家己的母语，还是吹杀母语伊也有理想就是无即个资格迄个时阵是阮即摆的副团长品格啦，伊伫迄个台北艺术大学的时阵伊的毕业制作就是即出戏叫做 Open Couple 开放配偶。啊！伫校演的时阵，我和阮团长条件就去看，迄个时阵因拢都是大学生嘛。啊，去看的时阵就感觉，即个主题讲男女的关系，含即个政治民主制度的关系，即个比对，感觉足适合伫家己演。因为人讲家己就民主性地嘛，当然有的人讲是民主起性地啦袂到选举的时阵，大家就讲做笑的安尼。啊，足适合即个戏出的即个氛围啦、气氛啦、主题拢足适合伫家己的。所以，阮品格的即个毕业制作，伊就做煞的时阵，阮就是讲要甲即出刷来家己。啊，当然刷来家己的时阵，有个讲法就感觉讲会当用较在地的方式去讲。所以，阮就参与这讨论，甲有个所在用做台语。啊，我家己嘛参与这个录音。即个歹势歹势，是听讲。我先甲，因为我即边有听到杂音啦是。小可有杂音，毋知大家听有杂音啊无？迄个。正下你啊听小可杂音你敢会当讲家迄个你迄边会输出迄个声音输出的所在，甲优质化，就是讲消除杂音，你的麦克的迄边。麦克消除杂音我。嘿，对，嘿。我看下我，消除杂音啊。嘿。我毋知影要消除杂音咯。啊是敢有人麦克无关的哈？麦克拢有关，我有甲。麦克拢有关嘿。你搁讲看卖啊？安尼咧，即马咧 test。迄即你敢有伫遐？你敢会当？我听是无问题，我即马听是无问题。你听无问题，毋是我的电脑的问题。我听真好，袂歹。好，安尼歹势，安尼可能我即边的问题款。好，安尼请你继续。歹势，安尼我继续好。我讲到即个，阮甲即个 Open Couple 改做即个民主车嘛伫家己做演出。因为有几个段落是用台语，我家己用即个录音落去演出。结果伫现场的时阵，电脑台语出来的时阵，观众的反应就拢真好。所以阮就讲，即个物件观众敢若会喜欢所以我就感觉讲，这其实是我理想，感觉是无形中是阮家己形象，甲阮带向一条路，是讲家己观众的反应，互阮知影讲，这个方向是会当试看嘛。所以阮伫后一年的时阵，阮就做一个专本的台语，12年的时阵，阮就改编这个法国的莫里耶的妻子学校，来改做这个家己民向这个背景，设定这个男主角这个 Mr. Golden W. Chen 这个陈金水要饲一个
饲一个效力来做某，就是伊的关注是即个法国的即个贸易的，就全代理的。我第一届合即个阮的编辑吴明伦，伊甲翻做华语本，华语本了我全部改做台语本，如果加面面来演出安尼，反应极好，全本的台语，发现讲我家己的完全分愈加我后一年的时阵，阮就搁进一步调整即个算迄个莎士比亚写出经典的喜剧仲夏夜之梦，我改做热天寒夜所以我顶一段即第一段时间用个时间来用这几个案例大家了解讲，阮的改编的即个思考的切入点是倒位这时候阮的即个改编的流程是一开始当然编剧导演搁后来参与的即个戏剧顾问会和阮做伙来讲即个戏，因为有时啊做戏嘛是要了解原著伊的迄个后壁背景是安怎，因为迄嘛是400年前即个代志。所以我先拍过，因为阮遮开始落雨，我想要听讲恁遐敢会差，还是还好，无要紧安尼我就继续啊。阮讨论了同款我的编辑吴明伦伊会写出即个华语本华语本了同款我会写出即个台语本，我一直讨论。阮咧做即出戏过程，因为迄个时阵我嘛是有一个小故事，影响我改编的即个好介绍，就是迄个时阵我捌听。真歹势哦，我即摆无法度听到你真清楚的声音呢。是啊，安尼咧 test， 你是有时好时歹遐。我咧开车的时嘛是拢无听到呢，即摆离啦叫。一车迄个主讲的你甲你的迄个影像甲伊切掉然后继续讲安尼。我来影像切掉。好，我来试看觅。民主之区。对，我 test 1、2、3 test， 安尼敢会使 test。好，安尼我先继续讲若声音阁无清楚，则大家则随时提出来安尼好。我讲即个我俩即个故事是安尼，就是伊细汉的时候是住伫即个高文遐嘛要征讨咧尾团，尾团的时阵，因老母都爱听一个广播电台，即广播电台拢用音乐伫咧讲故事，4、5点的时阵，有讲台湾的即个故事，好精彩，一天接一天安尼就像连续剧安尼，是电台，所以是无电视嘛，拢听电台。毋过你伫山顶的时阵你就无法度逐工听嘛，因为有时比如人厝是咧做丧事，比如靠山东，后年陪咧做事，无可能时间到了，师公你是莫中咱大家听一电台，讲因老母去做山东爱无闲，我唔听。这个时阵我会叫即个小新国小的即个5年级叫伊同厝听，听了因母甲因这阿姨阿姨在个转达伊咧转达伊就袂当讲毋对，就讲毋对，就讲毋知影故事斗袂起来，你是认真听咧。所以读国校的时阵，是迄个认真的，因为我足真足听。所以对这故事讲保命有印象。然后伊较大汉了开始读册嘛初中、高中咧读，伊家己找册来看，找册来看的时候，才发现讲，原来细汉听广播电台是基督山恩仇录，是3剑客的故事。原来是台湾这早期的怪物啊，尤其看大部的小说，咱家己甲编做台湾的背景，改做台湾的人物，敢若台湾的故事安尼，要来讲互这个台湾人听安尼。所以我这个我就感觉想，小说会当安尼处理，安尼戏剧嘛是应该嘛是会使。而且你嘛无需要去教育咱的观众讲听伊讲啥物是莎士比亚戏剧的逻辑是安怎，无必要去教育。我只是爱先消化，
消化了后，然后来分享互你，就是气结，伊若是一直流传的，伊像莎士比亚，伊就讲流传4大王，伊会流传了，这是有好的。只毋过这好的物件，我若是原原本本互你，可能苦，即个敢若药仔共款，又苦。台语是啥？台语就是阮的巧克力哦。我哋即个药仔外口用台语甲包做巧克力。来，这巧克力做好食，我逐个就相便食。食药效嘛是共款。毋过我平遐苦的药仔，你完全无一定接受。所以我的目标就是，要甲即个莎士比亚，改做咱台湾的莎士多利达米，莎莎的即个莎士比亚。安怎改？我举一个，比如讲，莎士比亚的名句，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内底有 "That creature called a rose by any other name is more sweet"。这若是甲翻做华语，玫瑰叫玫瑰，意无所分芳。咱若台语食翻，就是玫瑰无做玫瑰，伊有关啊。啊，要即摆用去叫个时阵问题就来啦。比如讲，我即摆要甲这个故事改成做我家己面向的，我家己面向可能交一个人，10个人以下，也是讲信函老师拄啊好挂入本面，较有可能就是讲玫瑰无做玫瑰，也是讲拄啊是阮面向这个中正大学这个教授伊讲话开口，较有可能有遮文雅。所以讲，我最近也是入面向，比如讲要演这个角色，要讲这个代志的人，可能比如讲阮老爸，有这个政府劳工阶级的人，伊无可能讲话这个开口，我就爱改做阮老爸讲话的开口，所以可能爱针对角色，我来甲转换，即句代志可能就变做人拍人拢相像，就是阮的改变的逻辑，大概是安尼。由这个本来的名义，转做华语教翻，过来台语教翻，过来针对戏剧，针对阮的故事的背景，过来去找适合的这台语的词。用这个逻辑来看阮这个大语行。听讲。歹势，你的声音无清楚呢，听无？毋过我拄仔嘛甲视讯关掉。背景的声较差啦，你本人的声嘛是断断续续。没有，人家刚测试了这样。你听到是声呀？我感觉应该是落雨的问题啦。所以你讲麦克风了好挖水看卖。麦克风较挖水。安尼较有较好，安尼要，安尼要是无咧。可能尽量啦吼，尽量迄麦克风较挖水咧吼，看迄落雨声较袂遮大安尼啦。多谢。安尼我尽量啦吼。我就叫伊好，我来讲这个，我甲这个创下个题目吼，翻做这个原名的热语啊。故事内底有一个仙话，就是这个台湾新闻的这个欢喜，就是可能讲啦。我无用，但是可能讲阮有欢喜，先后开始，是马祖下，经营就较麻烦，因为经营这咱台湾的信用内底。无经营做不对这个新闻，所以阮推出设计台湾上大款，这个新闻，就是可用，就是我讲叫做好歹的好用，这个有4个这个柜子，我讲设计叫做文青，这单元去角位，这个来真的，这个蓝山的的绿区，这个白鸟。你若想啊，比如我入去用的迄我迄阵就是头到尾我地理区，或者阮分开阮是阿公阿嬷伊就在食，所以即嘛是我爱甲讲，地理区叫做地理河米叫做阿米黑人叫黑人，故事内底有这个工匠伊有3个，伊有神界，过来贵，过来长女，
工匠型的，这就是这个木工，就是木工甲伊的社区，要来搬要来抽绳，要搬伊个器物。我来最关键就是这个故事内底花的之意，就是花的之意，这个故事的关键。迄个时阵就是讲哇，这花的之意，我们用什么名字？结果了解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跟他讲，莎士比亚伊安尼设计，是因为这个花的之意老母的故乡的一个传说。我们想讲，安尼我的老母的故乡到什么传说？我老母故乡就十分民雄，民雄上有就是民雄鬼屋民雄鬼屋上有名就是迄个井所以我就甲这个花的之意我发明一个叫做基神火金菇这个基神火金菇就是一个玲珑宝厝的古井人米伫土家底749万年出来24点钟任何恁神仙魔只要看到伊的光就会催困然后任何恁神仙魔叫醒就去爱着迄个恁神仙魔这个基神火金菇故事内底本来这个解药台湾版的解药你用啥？就是跟莎士比亚致敬解药就是莎士甲多利达比甲莎的就是这个基神火金菇的这个解药这个画面的形象是安尼这个先王山神海神山神海神因为到底因带做伙这个庙这叫山海宫也是海山庙两个起源地故事来开始。山神讲话庙是起伫土下底，所以叫山海宫。海神讲我的管区比你较大，因为地球超过迄个3/4拢是海，所以叫海山庙。起源地故事来开展还有这个可以我也是这个瘦弱的年轻南山的富二代地米的还有这个富二代阿米啊，还有富二代黑人这4个人是安尼，这2个查甫人拢爱这个阿米阿米的比甲南山的做伙，已经分手分手了后，即摆是甲南山的做伙，感谢。地米的共款，佫爱这个阿米这黑人是从头到尾爱这个地米的，佫地米的拢无爱四条恋情佫这个庙公，阮请这达康台湾出唱一个团体阿达来演出庙公安尼迄时阮的导演伊是客人伊是客人听无台语毋过甲即出戏做了非常好看迄时阮咧沟通的时候，就希望讲迄个虽然伊咧拢是有押韵的这个设计毋过伊希望讲神讲话有神韵人讲话有这个押韵这个工匠群的讲话有这个俗语白白拢是押韵，但是伊希望讲有做出无共阮家己讲话方式的风格爱无共几个改编的这个甲大家分享就是比如讲这个阿米我角色出场的时阵有表现因的爱情观这个出场咱布袋戏讲出场的诗啦阮就是 copy 这种传统戏路的这个形式安尼所以阿米出场的时候伊就讲张爱玲说有一条路每个人都非走不可，那就是年轻时候的弯路讲到反正张爱玲讲有一条路每一个人都非走不可，这就是少年时弯弯条条的爱情路我地米的出场伊讲投资爱情第一个原则不要浪费我的时间我甲反正投资爱情第一要紧莫浪费我的青春黑人讲爱情本来就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3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代志甲反正爱情本来就无复杂，来来去去不过3个字，不是我爱你，就是我恨你，无就你好了，真歹势，真毒爽。南山呢，这个文青，文青出来讲，爱情是一条规律，肉欲是一个陷阱。莎士比亚说，不太热烈的爱情才会维持下去。像这对我来讲就会较麻烦，就是感觉讲较歹烦。一般若拄着较歹烦的时阵，我就会想着，阮老母敢有讲过啥物话，是会当摕来用。所以我一句我就甲反正，爱情是一种规矩，情欲是限制。
是比来讲，热鼎就做快炸汤无好无歹，较久长。哦，即个我少年时，阮母啊，伫甲我骂吼，因为甲朋友加规定，哦，这鼎吼，若愈烧汤落去面焦嘛，人甲人交往，是爱无好无歹，较久长。哦，啊，对啊，甲阿姑讲的话摕来用。我其实拢一直咧算剽窃我阿母的创意啊，吼。啊来，这爱的越深，就伤的越痛，伤的越痛，就爱的越重。啊，反正爱愈深，心愈明，心愈明，就爱愈深。哦，啊，是这样，特别甲大家吼小解这个，拄仔大家毋知注意听出来无？我念一解吼，爱愈深，心愈明，心愈明，就爱愈深。哦，这两个爱吼，一调是无共款。哦，这个剧本吼，因为有时迄个爱，吼，也是讲爱，吼，就是伊的调无共款的时阵，因为阮导演是客人。就讲，这你敢会当甲每一个爱吼，伊的调吼，用着几调，甲 mark 起来安尼。我就当时用迄个 Word 吼去搜寻，发现这个剧本内底有129个爱。我想靠边啊，这是怎样用的咧？所以后来我讲这无法度，这可能咱演员自由发挥。要毋过独即句，吼，有即句我特别要求演员，讲一定是爱愈深，吼，不然是爱愈深。因为这个声调会影响到这个词的感觉，哦，因为咱一开始咧爱啊，所以轻轻啊来，哦，所以是爱愈深，心愈明，哦，心愈明就越来越下去了嘛，就爱愈深，哦，所以声调会影响，声调你若设计好的时候，伊就演员就无需要外演，因为对这个台语的声带你去演，安尼就会使，哦，所以才会要求演员讲爱愈深，啊，过来是爱愈深，哦，迄个力数。哦，迄个 power 感觉无共款啊，过来，这是山神看到人爱来爱去爱袂着，啊，伊就讲总有凡人那么傻，哦，这样的痴情却叫我羡慕，经历世世代代，只有凡人的感情，我始终不忍心袖手旁观，哦，凡人的爱总是艰苦的目屎，一代过一代，有缘遮尔啊痴情，遮尔啊无奈，互我感觉满腹的爱。这是客人，无人要爱伊，就做怨叹。哦，伊就讲，敢讲我是白痴，付出全心全意得到是啥物？是你的无情啊，无路用，你就是爱阿美，阿美，你到底凭啥物？互两个查甫人拢孝顺的甲你斗阵，你的师奶比讲可爱，我的师奶煞换来偏爱，你使目尾，因欢喜甲要飞，我使目尾，因吐甲满世界。啊，过来，这是应用着咱台湾，还是讲应该，应该毋若台湾，因为我较捌伫外国生活过吼，大家咱听看觅吼。而这南山的吼已经着这个基线火金菇啊，吼，伊就想要和这个阿美啊来分手，所以南山咧就阿美啊讲，过去那电影，电火一根鱼较好看嘛爱煞，阿美，咱已经分手啊，永久的爱情只是拖磨，为着你好，我甘愿你一世人怨叹我。这阿美啊，伊想要挽回这个南山的恋情，所以阿美啊就讲，我甲你是二轮片，演煞会当搁再演，吼，用这咱台湾乡民的五路的文化，吼，落去设计这个台词啊，吼，啊，最后大家看这个当初是，或者是2013年，阮剧团的剧本吼，啊，迄个时候是话土炮啊，吼，土法炼钢，你看内底介济有无？他们底山顶有搭一堆草寮，吼，这个是。阮迄时阵拢还袂有即个台语的先摆吼，来甲阮教的时阵，就是拢安尼想着啥，我就拢安尼把迄个音尽量记录起来。哦，啊是后来有介济台语的先摆吼，知影阮咧做这，啊有甲阮引带，讲你会当找啥物资源，哦，啊去找啥物工作，我就豆啊练。所以到即仔阮剧团咧处理的即个问题，一般就是拢照即个台语的即个正义去做安尼，大家要对准嘛较好对准。啊，无你以前咧看剧本，拢袂像迄白甜死的吼。啊，所以我迄时我出剧本，拢会搁兼录音，啊，请演员以录音为主安尼。哦，是，当然即摆嘛是搁会出录音啦，但是即摆你若单纯看文字，就较掠会着即个到底是要发啥物声音，较袂像以前。哦，啊，这是当初是即个阮乱影面13年的时演出的时阵，台北艺术大学即个陈启宏教授吼，伊即个剧评啦吼，讲
伊讲这个算伊足肯定的啦，吼，伊讲这个热天下面哦，舞台语言哦所标示的是另一种里程碑面向，哦，年轻一代对台语运用的写手自信与创法，所以这出戏的成功，互阮搁愈大的信心，哦，就是差不多伫迄个时阵就确定讲，阮就是要台语就继续甲滚落去对啦，吼，因为这个台语这块对阮来讲拢是学当来，就是阮伫成长的过程。读册的过程拢失去介侪即个母语，阮的母语台语拢无比父母更较好，所以伫是咧创作的过程，观众甲阮引带去做台语，然后佫有学界，即个先辈，来支持肯定，所以阮就决心讲好，要针对即个路线，要来掘出深的继续掘落来。14年的时阵阮即届做的是法国的，应该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荒谬剧，叫《乌布王》，阮甲改做台湾版。即爱国 Party， 即一年就是台湾发生即个太阳花迄一年，因为我迄个时阵开始改编到即个阶段时阵，就开始有一个目标啦，就是因为有先辈肯定，你就要做的时阵压力就会愈大嘛，你就想要甲做愈好尤其是即个语言核心的思考因为即出戏伊是自头行到尾。伊是自头行到尾，不过迄个时阵，阮伫台湾做戏，以阮的规模，阮会感觉讲，阮内底若是出现即个干音名，这绝对会出代志的，所以迄个时阵，阮就毋知影要安怎来处理即出戏，因为伊的原著是自头行到尾的所以拄好迄一年发生太阳花，太阳花了，佫有一个大肠花，大肠花我有一个。朋友一个朋友叫做大鲁哥，伊迄个时阵就是邀请迄个信涵老师伫台北，我个日是来有一个演讲，演讲就是透过语言的角度，要来讲脏话这个代志，是针对台语脏话这个代志。我就知影这个消息了我就甲迄个时间mark起来了，我特别请一天的假，迄天对淡水坐车去到内湖。去专家去听信涵老师迄场演讲，迄场演讲对阮即出戏的帮助非常之大。就是先去了解即个脏话的核心是啥物，比如讲伊针对死亡、针对性针对即个排泄，即个面向，所以先抓到即个物件的核心了后，我搁当来处理即个剧本。所以阮伫14年的时阵就写出一个自头行到尾，但是无一个干的剧本。所以就是因为去听信涵老师的迄个演讲的时候，我针对核心来去处理。譬如讲，这个主角这个孤王，伊的口头禅是“恁老母的屎”，恁老母的屎，就听起来是咧骂人，但是到底是咧骂啥？听起来有种荒谬感，就是阮对这个算就是讲对核心来去再定设计新的这个脏话。我来到15年的时阵，15年的时候，佫当来做。莫里亚的这个吝啬鬼，改做这个爱情的恰恰，同款。我这一年嘛是咧思考讲，我这出戏，我要做台语的啥？因为我头前有做台语的影，这出做台语的荒谬。我15年我要做台语的啥？我后来就拢会先要开，我要开案，要开案的时阵，我就拢会先思考，我要做台语的啥物。迄时阵要翻的时阵，就掠无啥有。掠无啥，我就拄着这个改编，就是讲创作撞墙期。我印象佫深是伫迄一年，阮个团办草草戏剧节，因为规团拢做无用，若是有这个老师坐高铁来到家己，迄个时阵阮有时间，拢是我负责去载，我拢会特别算我这算较干贵我拢会特别利用这个去载老师的这个机会去学老师的专业。讲我去高铁载一个叫王友辉老师，即马迄个台东教育大学一个教授，另外一个是台北艺术大学，一个什么于善路老师，因两个拄仔坐同一班到家己，两个拢是戏剧的专家嘛，我就去甲因载，甲因载的时阵，我就讲一上车我就讲老师，我最近在改那个。莫里埃的那个吝啬鬼不知道怎么下手。算了，老师，我先带你们去吃这个
嘉义那个火鸡肉片拌腿肉蛋比蒜泥多多加荷包蛋半熟。结果这2个老师在我的车上异口同声说，这个就是莫里哀。伊讲这个就是莫里哀，所以真正江湖1点关啦，这个先摆1点，我就知影。所以伊路上就甲我分享讲，伊咧耍的是一种法文，一种逗趣。譬如讲，你若讲中国因就有迄个相声，就有迄个贯口，报菜名这个物件。所以我就即出去，我就想来做台语的这个逗，这个逗趣的这个逗，安怎逗？譬如讲，这我拄仔嘛有演即出嘛，我就是演这个做当生的老爷，伊的下骹手人，我爱兼主菜，我爱兼司机。老爷即工咧，又咧拍一个七仔，要来出菜，叫我来开菜单。我是一个功夫极好的这个长子，还佫伫这个当生的老爷因兜做工，一直无机会当展现我的功夫。今仔日总算老爷，要来请人客，叫我开菜单，我就讲好，安尼咱就来开3种汤9项菜：鱿鱼、鸡肉、蒜、红尾、炒牛腩、鸡仔、二头皮、排骨、南米翅、鲍鱼、素心汤、白青、油无卵、蒜头、红油烤、山猪肉、放家具、扁豆蘑、米粉盘、七神米、干贝、乌鱼子、锅干、鸭肉羹、蒜鱼，这台语的这个逗趣，把它融合在这个里面。然后老爷佫叫我开车，载这个小姐，去买物件安尼我就讲老爷，你这车拢无保养，你这车是钣金褪色、雨刷故障、玻璃不顺链拢无封，加上会引流有冷气歪一边，大顶袂倒，风向顶袂起乌油，流冷气袂行，锁起小到天棚生生佫会漏水，从这个内底即出戏就出现足侪类似这种来算台语的逗趣的逗佫来到后一年的时阵，就是拄着我人生上困难的目前，也佫是上困难一个作品，就是马克笔。这是和这个日本啊流山艺术事务所做伙合作，改编的嘛是讲着团队甲大型的这个跨国的这个制作，和外国的团队做伙来做戏，伊这个背景是安尼就是这个日本的这个流山艺，咱拢叫伊这个剧场皇帝这个安尼基这个欧吉桑应该70几岁啊，伊进前一个日本版的这个马克笔，这嘛是莎士比亚400年前的这个剧本。伊伫做戏的，应该是30几年内底，已经做过7、8个版本啦。所以伊对即出戏足熟的。伊和咱台湾本个团队合作，要做一个台湾的版本安尼。我会记得伫阮开始要改编的前1年，拄伊来台湾演另外一出戏，我去甲拜访。我迄时阵见面，就甲问讲，你要爱啥物语言的风格？你要啥物语言风格？就讲伊要菜市仔，伊要台湾菜市仔，做野，野这个风格安尼，迄时阵就等对方，互我因的版本，因为伊用日本版，已经演过20-30年嘛，阮就请这个台湾的这个翻译家，詹慕如小姐，先把这个剧本呢翻做华文本，这个大家看示意图啦，就是这个。倒手边这啊，这个是詹慕如小姐翻译的这个华语这个本，伊对周边这个日本的剧本翻做华语，华语了我翻做台语，所以这个 AA3的剧本呢，阮伫大连场，日本人看正手边，工作人员看倒手边，演员看中文，这是3个语言，伫大连场。来做出来即出戏即出戏因为我英语无遐好啦所以这英语我就先跳过这是即出戏内底就是上经典的一个独白Tomorrow and tomorrow and tomorrow 后壁还就超过我英语的迄个啦我先跳过伊的华语意思是安尼啦就是明天再一个明天，一天接着一天的蹑步前进，直到最后1秒钟的时间，我们所有的昨天。不过替傻子照亮了到死亡土壤中去的路，熄灭了吧，熄灭了吧，短促的烛光。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画脚的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这是一个愚人所说的故事，充满着喧哗和骚动，
却找不到一点意义。哦，这个呢是莎士比亚以兵临城下的时阵面对人生的失败、大失败，甚至是死亡进程，对人生的一个怨叹我甲翻到台语，甲翻做安尼明仔载，又过一个明仔载，时间一天到过一天，又过到过一天，一直到历史的最后一页，咱所有的过去，拢照着咱戆人的一生，落土了后，光影影的死亡路顶，花去吧，人生就亲像走马灯，亲像一个可怜的牌友，好不容易出场，搁安怎精彩，嘛着爱落场。这是一个戆人讲的故事，吵吵闹闹，无啥意义。阮这个翻译的风格是安尼。我做想要即届我想要做嘛是想要做出台语的比啊，我无想要做比情，我是想要做比迄个比的感觉。毋过毋是比情，我感觉台湾比情的时代已经过啊。毋过这比的感觉和比情搁小可无共。过来是譬如剧本内底讲到。这个城市伫咧这个国家伫咧马克伯的统治之下伊就是即使的非常之惨内底人讲，即使听见叹息、呻吟、哀鸣，人们也习以为常。丧钟响起，人们也不再关心那是为谁而响。我反正，就算是有人吐大气、叹哀悲，大家已经麻痹，已经拢惯势，丧事的不能一个样。无人会去关心，迄是为着啥人在遐？我这是较麻烦的比如讲，马克伯，伊拍算要杀死国王进前，伊咧张图啦，因为伊毋是遮尔粗残的人，伊搁咧张图，到底是要杀还是无要杀？这个国王叫做邓肯，伊的华文是安尼讲，如果下手能有个了结，只能尽早下手。假如暗杀这一局能定下一切、结束一切，那么下辈子会如何就无所谓了。但是这种事情往往逃不过现世的制裁。我们教会别人杀人，最后却自食其果，反被人所杀。邓肯为王，慈悲为怀，治理国事无可非议。他的品德就像吹奏喇叭的天使一样，大声责难着弑王这种下地狱的重罪。那对我来讲，较歹翻的是这个所在，就是吹奏喇叭的天使。我若是教翻，就是分喇叭的天使，就是分喇叭的天使。我若是剧本内底一个悲剧出来一个分喇叭的天使，我感觉我的观众应该是最出戏。所以其实嘛，这嘛想足久的，讲要吹奏喇叭的天使后来就想到，就照这个咱台湾较习惯的这个信用，就去处理。我甲翻做后世人会安怎无要紧，重点是这世人爱好过。若是杀死国王有法度解决一切，安尼就愈紧愈好势。但是这款代志，定定会伫今生拄着报应，就亲像咱甲别人安怎杀人，最后比赛往往是咱家己。尤其是国王慈悲为怀，统治这个国家无人讲伊歹，加上伊的善良。就亲像无声的地藏念念咧甲咱提醒，地狱也袂空，你千万毋通来。咱用这个地藏王的这个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个咱的信仰的习惯，来去传互咱的，演互咱的台湾的民众听安尼。我也看大家看这个画面是安尼形象服装马克伯，因某马克伯夫人，就阮的副团长品格。我边仔的这个人因为阮翻译的时阵就是尽量照伊的个性去设计死顿就死忠的，主要是这个是对马克伯做死忠的嘛，死忠的难看难文因囝国王用杀死的这国王，搁国王的囡仔孝文孝武，你嘛拢照咱的习惯咱以前号名的习惯孝文孝武，搁来高夫人安尼这是。这个算谣理啦，故事内底谣理，还有马克伯因某接到这个马克伯的批，
啊，读个配了，嘛起心想要杀伊，要来处理啦。但是嘛知影因仔个个性，伊所以有一个口碑，一个独白，伊就讲，看起来迄几个妖你讲了无错，原底你只是城主，然后变宰相，未来无偌久你一定变国王。但是我烦恼你的个性，当然你毋是无野心，只是你阁无够粗残。想要满足家己的欲望，阁爱顾虑到什么手段，迄是无可能的代志。紧转来马克变，伊个命运之神要甲你帮忙，由我来甲坚定的意志灌入去你的胸腔，种入去你的心中，用我动落来喙齿扫除你心目中无必要的顾虑。大家咱看得出来，这个时阵我的台语的写的能力嘛，阁无讲介好。有的物件嘛是拢用音，用这声音来记录安尼。嘛不要用这个调，嘛是用华语的思维这个调，这个三声四声安尼。啊，像你若讲即摆用台语的这字，就拢无这个困扰啦。加加也是特别爱用什么调，也是像比如讲遮挂字，也是讲挂字是拢会使。咱搁我咧设计台词的时阵，因为我想要压这个喙字的字这个音，所以特别mark起来，挂号起来讲，就是请演员爱念挂字，啊，较会当压着这个喙字，你爱念挂字，迄温度走去。啊，我也一个进前有大家听这个歌吼，听这个歌，这个歌是迄个马克白夫人拄仔这独白了后，这嘛是这喙内底一个足有名的，一个马克白夫人的独白。日本人也改作歌，改作歌唱出来进前有唱互大家听，迄个日本人唱的迄个歌，迄个日本版的马克白夫人唱起来，迄个歌是进前互大家听过安尼。伊内底这个歌的意思是安尼，就是讲乌鸦生在嘶吼着，邓肯就是咧讲，邓肯将要来此地，前来宣告命运，来吧，你们这些侍奉杀意的魔鬼，解除我身为女人的柔弱，用最凶恶的残忍自点自种灌注在我全身，进入我的胸部，把甜美的乳汁变成苦涩的胆汁。来吧，阴沉的黑夜，用地狱黑暗的浓烟裹住你自己，别让蓝天从黑暗浓雾里探出头来，高喊住手，住手！这是我目前我感觉上海玩的，是因为这个歌伊唱起来，伊的这个罗马拼音我请我会晓日本的朋友帮我把罗马拼音全部拢写出来。因为这个日本团队要求讲一个音拢袂当改，就是爱伫这个音内底去翻出这个意思，这个华文的意思，伫这个音内底，因为大家若是应该拢有听过黄昏的故乡。黄昏的故乡，伊本来就是一个日本剧，毋过文学先生伊咧写出这个黄昏的故乡的时阵，伊只是照伊的 melody 写出台湾的歌，毋过这个意思本来日本日语的意思是完全无共款。毋过阮日语就无法度安尼，因为我故事爱伫连落，我的声音阁袂当改，所以我迄个时阵就是逐工就是像像逼签诗共款，我就甲这个迄时我就是高雄咧食头路啊，我就甲这个下班了，我就甲这个罗马拼音写伫我的手，开始伫迄个博尔遐遐散步，遐散步遐逼签诗，等这个台顺来催我安尼。比如讲这第一句这卡顺咯，苦的马蹄加是我加咧路，我就逐工去散步啊，卡顺咯，苦的马蹄加是我加咧路，看下咱有啥物事来找我无安尼，就反正卡顺讲。风会来遮，拢是天注定。等空甲我但是都是路的，等到我安排都当全好势。有咩路途来哟，出地哟都是地。就算讲我的人生来是甜甜的，大家咱搁回想者拄仔，伊即个讲把甜美的乳汁变成苦涩的胆汁，伊是伫中后段嘛，毋过。我迄阵写到这时阵，即拍拄仔会当唱，就紧甲写入去啊，拄仔拍会着，我就是甲写入去啊。杀出有你自家一路阿 Q 了他起，杀进去了变成打劫逃离命归世，伊嘛自负
我那是哦，那得那是得哦，苦安排好势，要走去佗，变成野车，吸你的花头落地。阿他妈诺天边卡那出马萨吉马地，变成野车，紧野，互你是无终身之地。好自古罗伊占领沙地，米达是地恶古地。做豆腐人生，占领就是我的过日的本领。可诺om那诺吉布萨尼，哦蒙蒙，哦混呀罗吉波吉。哦，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就是好蒙蒙，哦混呀罗一步一步，这本来歌词内底无。哦，这是虚词啦，就是营造情境的俩。哦，因为日本的音节吼，因为音节比咱较济，啊，咱台语是一个音，是一个意思。哦，所以你若是要伫伊的迄个音节全部写，可能差不多，就是音节的差别啦。哦，所以讲我若是即种两个语言的无共，我一定要搁加添一寡虚词，啊，营造迄个情境啊。哦，所以才有即个好蒙蒙乌云夜路一步一步。哦，你住地阿妈伊7乌，你甲伊谈9年。啉你的花叶来啉，走去地，今夜注定归世。脚下底乌裤咧乌伊地，辛苦苦恼哟。一好势头落地免怨找，是伊自找死路。就可诺马库罗那克穆里得索诺苗。一落地甲莫讲你死好上台死无较绝啦，处处木诺他，直接去投胎，电角也咪诺托巴里卡啦，地甲个大门打工咧等你，哦哦哦诺索卡西马地多，你莫惊到位才发等咧啦。一般到遮咯，吼，大家若是无听过，会当做来想看卖啊。吼，就到遮，吼，最后若是你会当安怎听？吼，互伊讲直接去投胎，吼，伊讲一落地狱，莫讲你是互相胎死，无较绝啦，直接去投胎。地狱的大门，逐工咧等你，你莫行到位，才发等咧。啊，最后的旋律是伊玛那伊哟尼。大家嘛要想看嘛，那你来听，你会听啥物？这拢无，我感觉这是无正确答案吼，就是创作的物件拢是无正确答案咯。你想着啥，拢会当来试看卖啊吼。啊，我迄时是家己就安尼吼，伊原来伊有你，吼，你欠啥物，小互你，吼，这台湾的，吼，就是啊，咱咧冤家的时阵，干你啊，你欠啥，恁爸小互你啊，遐正常。再来这你欠啥物，小互你。所以这只歌内底你欠啥物小互你，吼，这歌名，用这做歌名吼。啊，所以这改编这个这个歌的过程，对我来讲是目前上痛苦的，因为你限制伫这个音节内底，而且佫限制伫这个意思内底。啊，马克的这个剧本吼有9条歌，吼，所以我迄时就是咱拢伫地狱内底咧做改编，吼，人生非常的痛苦吼。啊，我痛苦总是有价值的吼。后来这出戏吼。就是17年时代表台湾吼，去罗马尼亚吼，这世界吼第3大这戏剧节，我若无记毋对，应该会迄个时阵有1000几档的演出，刚好这出是台语的尔吼。啊，毋过我迄个时去其实嘛是足紧张的啦吼，就是因为我会感觉讲去罗马尼亚去欧洲呢，去欧洲演这个台语的莎士比亚，安尼毋就是呐，比如讲美国的剧团来台湾吼，要来演土地公的故事，互咱看。吼，用英语来演土地公的故事，互台湾人看，去台湾人就起笑，是对啊毋对安尼？嘿，啊，所以我要去欧洲用台语演莎士比亚，惊讲来讲，你是对啊毋对安尼吼？所以迄时面对观众啊，是讲遐评审啊，吼来看出压力拢足大。吼啊，结果阮演煞的时阵吼，伊即个戏剧即个杂志吼的封面，吼就直接用咱即出戏吼来做因迄个某一期的即个封面吼。所以是对这出戏足大的肯定。啊嘛，迄家己互我认捌着讲，语言的改变，戏出的节奏，吼，节奏就会改变规个戏
戏出的气味，所以对语言来出发，规个戏的气味哦都会无共款。啊，而且像这我欧洲这国家哦，伊就算听无台语，但是我就感受到这出戏因为这个语言哦，这个文化无共款，表现的手法嘛是我就感动哦，无共款文化的人安尼吼。啊，过来到过等年18年的时候，阮头前啊哦，拢是算去练功啊，是拢用别人的脚本哦来台语来演出。到18年的时阵，就倒来做咱家己台湾的本学啊，即嘛有一个小插曲啊。其实阮伫17年伫罗马尼亚的时阵，阮迄演刷的时阵，一天就是要刘三日要开会，开会讲18年要做啥。啊，迄个时阵，阮的团长吼条件，甲阮的编辑部面其实就拢足坚持的，感觉时间到，即摆一定要爱来做倒来咱台湾家己的文化，吼，袂当搁一直去改变别人的物件，啊，我就呈现咱家己迄个文化的核心的这个气味，吼，啊，所以阮就改变这个计装这部车，吼，啊嘛有入围这个台新艺术奖，吼，啊，迄时阵剧团的制作的能力，吼嘛相对较健全啊，吼，啊，即出戏嘛是我感觉，应该是目前方面上剧团方面上好就是即出计装一部车甲热片合面啦，就是迄个制作规个啊，搁有语言表现吼的部分安尼。啊，搁来搁进一步到21年的时阵，阮就是主要是用台湾的小说来改编。哦，21年的时阵就是阮原创，阮的编剧直接用阮这个世代吼对1980年到近代这个台湾，阮家己即种大楼做背景，哦，落去写一个5点钟，哦，分做顶下集，哦，的这个戏剧10点，哦，啊，这佫是台湾的三馆共治，就是国家两厅院，啊，佫台中的魏武营，台中的国庆院，哦，啊，佫高雄魏武营做伙出钱，哦，剧团来做即出大戏，哦，啊，所以讲这就一步一步照顾别人的物件来练会了台湾的文学，啊，到即摆剧团家己生出这个戏曲，哦，而且佫是三馆共治，这算是对一个嘉义尤其是南部剧团非常大的一个肯定安尼吼。啊，像这个戏曲的这个语言的风格，啊，反正我补充者，像我咧翻译这个计装一部车的时阵，即出的华文的这个改编吼，叫做林梦环大志，哦，伊伫今仔日，哦，伊嘛做一出迄个大天使，哦，热带天使，伫咧台中首演，哦，改编这个单千木老师，哦，活着回来，哦，伊的这个小说，哦，向伊的迄个伊的文学的一个偶像，哦，致敬的一出戏，哦，这个热带天使，啊，当初是我这个林梦环合作，就是改编这个计装一部车。啊，迄时我想要表现的时阵，就是台语的粗甲野，所以即出内底就直接拢出来啊。啊，而且18年，哦，离剧团行到这个时阵，嘛感觉讲，感觉坎站有够啊，吼，就是讲嘛袂因为一两个干恁尔就去互受到攻击啊，吼，感觉观众应该有法度认真看待阮要做的物件啊，吼，所以我就教我自细汉差不多我面对面向，阮老爸咧教人的方式，阮这阿伯，我当初咧，包括我听过这吼，我都去用的，吼，我拢甲用于内底啊，透过这阿好啊，这个角色吼，拢规个拢喷出来安尼啊。啊，当然我嘛做细腻的，我迄时阵做好伫咧试演的时阵，就请有个先輩来看过，啊有拜托先輩吼，先甲阮写一迄个伊的感想吼，想讲若是先輩是等因啦吼，就袂有迄个观众遐黑白交啦吼，因为我会记哩迄阵信涵老师伫咧台北来学迄个演讲的时阵，我应该是无记对吼，老师捌讲，就是伫台语的考试内底啊，是爱到最尾段才会出现迄个脏话，因为一个语言你要驾驭这个脏话，其实是非常困难。爱对这个语言了解到某一个程度的时阵，你才有迄个能力吼来去使用吼安尼。啊，所以嘛是共款剧团到这个时阵，我感觉来做这个计装一部车，我感觉嘛是做适合的一个时间点安尼吼。所以我想要做台语的粗甲野安尼吼。啊，到10点的时候，因为是讲三馆共治嘛，剧团5点钟的大，所以我就甲进前迄几年的累积，吼，台语的雅，台语的逗趣，台语的荒谬，
台语的粗、台语的闽，进前我练过，全部拢伫10遍内底，想要甲表现出来。透过因为角色足济啊，透过每个角色我拢会设定讲，伊会当表现咱过去做过台语的啥物啊，伫这个时阵我嘛开始思考，咱即摆的台语敢过我着进一步，所以我开始思考哲学的问题，也是思想的问题，台语怎表现思想。因为咱台湾早期是有做优秀的这个哲学家，毋过因为受到政治的影响，所以无继续就搁留落，我感觉就无彩。毋过咱即摆可能搁会有，所以我嘛是想要透过戏剧的表演的时阵，去挖掘即摆这个时代的思想安尼所以譬如讲，像这个角色来讲好啊，这个角色安仁，这个十点其中一个角色安仁我毋是讲伊讲的是哲学啊，但是我读互大家听，大家应该当感受到，阮咧做台语这件代志的时阵，阮的核心的想法已经搁进一步啊这个安仁伊是一个类似神棍的感觉伊咧甲边仔人讲伊就讲你的痛苦我拢知，搁迄已经拢无重要啊，甲你的目睭揢，透过你的想象，听我头啊讲，咱宇宙的中央有一道真白、真光的光芒，比全宇宙所有的银河内底所有的太阳拢搁较白、搁较光。这个光芒射过咱这个银河，透过太阳，撞过所有的光，穿过地球表面的重心，然后降入去地球的中心。地球的中心伫倒位？就是你的肉体。这道光芒透过你的身躯，用你的声音甲众生对话，讲好话。这种语言的风格，阮之前毋捌出现过，所以我就开始咧找找无共款。嘛透过这想要甲台语无共款的穿过去，趟过、穿过、撞过，降入去，无共款的动词，迄个感觉，用这个设计内底比如讲内底另外一个角色，伊是个律师，伊是个律师，伊甲一个人犯咧讲话，讲伊少年的时阵一个经验，安尼，伊讲起来是安尼这个律师甲迄个伊的算伊要辩护的这个杀人犯，伊甲伊讲，你过去到现在的人生会一直重来再重来，过程中每一摆拢共款。每一个痛苦，每一个快乐，每一个想法，每一声怨叹，拢会照共款的定数，共款的节奏，重来再重来。其实遐个话是我伫年菜的册面顶看，一个故事内底恶魔讲的话。我伫迄当阵想要试看卖，当一个人伫上孤单、上绝望的时阵，若是听到这个话。伊会变安怎？我承认，我迄当阵真正足无聊，嘛足热笑的。结果迄一暝，迄个少年人，伊甲2条面巾绑做伙，吊刀自杀，无留半句话。这个种语言风格，搁来到今年啊，2022年另外一个跨国的制作项，跨国的杨辉，一个国际的偶戏大师杨辉。做合作这个钓虾钓的新人这就是反映咱即马现代疫情时代搁含传统的，因为传统的这偶戏所以即马是另外一个挑战搁有反映即马疫情时代譬如讲我设计一个故事内底一个叫小轩伊去杀掉另外一个对象就甲伊拷贝，因为。大家拢受到疫情的影响嘛，但是伊想要突破这个疫情，想要去甲别人，讲歹听是要甲人斗啦，要甲人做伙，伊就讲爱情袂当是连接，灵魂已经失控者，人甲人需要连接，对着眼神甲你狂烈，确诊我无问题，你是我的传染病，就咱即摆疫情这个新时代出现的这个词，来写这个人物的这个拷贝。除了讲这个阮做的台语以外嘛甲大家介绍讲，剧团伫这19年来拢有做啥物代志除了阮年度的制作主要拢是台语为主
啊，佮有这个小所在吼，这演出的计划，佮草草戏剧节、剧本农场，佮阮训练伫家己训练少年这个演员这个训练。这个小所在吼，这个演出的计划已经11年啊吼。伊的方式是安尼吼，就是阮家己是算做安尼吼，就是伊是较长吼，东西较长，啊南北较短吼。啊上闹热的所在，就是对大南面向家己市水上，就是火车有经过，唱管路经过，这就是较有资源的所在。吼，啊上无资源的是倒位？就是这个青山吼，啊佮有这个海口吼。有的教育家因会半讲生笑啦，讲就是不三不四啦，不在山上也不在都市。哦，这个囡仔吼就是相对较无资源的。啊，毋过就是讲囡仔人伊无迄个权利，哦，权利去选择伊要当做大汉，出世就是伫迄个家庭。啊，所以阮是希望讲，阮家己的囡仔，伊好佳在台湾是义务教育嘛，所以大家拢去读国校，所以阮就甲即个戏啊，带入去学校内底，互囡仔看。一节戏演出，啊一节戏是互动安尼，啊甚至嘛有设计长期的教案。阮就希望讲，阮家己的囡仔吼，伫咧国校，因为教育部拢有评定所谓特偏小学，伊附近资源较少，吼即个学校，吼，阮就针对即个学校吼去演出，啊希望讲家己的囡仔国校人员进前，上起码会当看到一摆，吼是人演戏互伊看，吼是真诶人演戏互伊看安尼，吼。啊，这种持续进行到即摆第11年，当然若是搜寻阮剧团的这个小地方，以前这个偏乡演出计划，吼，即摆叫小地方演出计划，吼，因为这是专款专用，吼，啊，就是持续拢募款，吼，咧演戏啊，囡仔看，吼，啊，已经做11年了，吼，啊，过来就是，吼，这是互动的这个成果，吼，这是教案之一啦，吼，教案之一。啊，我来草草戏剧这个草草戏剧节，已经做第13年，这相关的资料网络拢找得到，吼。啊，这是针对青少年，啊，佮一般的社会大众，吼，拢会当来参与的，吼。做戏剧的吹散，吼。啊，我就做素人，帮素人吼训练，吼半年以上，啊，然后带伊做正式的演出啊。啊，嘛有伫户外，甲这永和拉拉树花园，吼做这个市集，吼做市集，吼。啊，含这个在地吼，即个越在家文化站，伊这是因为咱家己咱台湾吼，即马就是新移民嘛吼，对新的住民啊，伫咱台湾在生活，咱就希望讲会请因来做伙，和阮做伙办这个活动，大家互相会当更加了解。像一年我就去甲因交流台湾的槟榔，甲越南的槟榔差别伫倒位吼，就是大家互相了解了，冲突才会愈来愈少嘛，啊，互相去理解互相的文化，所以就这越在家文化站吼，还有这嘉义人。文化市集，吼，啊，当然做伙伫咱即个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吼，即马办拢是会办2礼拜安尼，啊，今年因为疫情，可能会变1礼拜吼，哦，这是越在家文化站，吼，哥哥姐姐，吼，嘛无一定有，可能比较较少吼，伙伴，吼，啊，佮有阮户外演出，吼，这种是一工门票100块，就会当看规工的，哦，这演出拢100几场以上啊。户外演出，我拢针对小型的演出啊，尽量多样化，互家己的民众会当看到愈无共款的形式的表演安尼。啊，因若看过了，无定安尼对这个团因要做啥安尼，吼。这啊，针对无这个园区内底无共款的所在，吼，啊去设计，请团队因家己建，吼，啊，互因的表演的特色会当这个所在合作伙安尼，吼，去户外演出。这是达康，大概拢是演出拢人上济，拢这看起来个这边啊，这个人咧，这翕袂落吼，因为若有空拍的问题吼，这足恐怖啊！这目前上翕倒的吼，啊因逐年拢来，逐年拢来，啊搁在地打奖，吼，这演出，吼，啊搁有唱歌的吼，开唱，搁有影展，吼，啊搁有迄个讲堂，吼，我用家己的这个动物册店。哦，这个团体哦做伙合作，哦办这个讲座，哦分享无共款人因的这个生活安尼，哦草草讲堂，哦阮草草戏剧节吼，伊的这个核心的这个观念的想法就是一群人一起完成一件事吼，因为阮戏剧吼是一个团体的艺术，哦伊无像画图啊是其他的种类吼，伊可能是一个人会当完成的，戏剧一定是要团体来做伙做。啊，这个过程内底其实，哦，伊去对少年囡仔，像我家己对少年一直到今嘛，对戏个这个物件，
互我足大的养分。吼，啊，伫人生啊拄着啥物困难的时阵，其实过去这个参与的过程吼，拢会后来吼，甚至做各行各业，少年就参与过迄个，我感觉拢是对人生足大的帮助。所以我嘛希望当我家己的少年朋友吼，也是时代也好，像最近你若看有迄个杂志访问，讲你帮迄个林聪明刷过鱼头，帮伊上课，或者是戏剧的养分，吼，对各行各业我讲足有帮助的安尼，吼。啊，因为主要是一个团体做伙做代志，所以咱草草戏剧节下一群人一起完成一件事啊，吼。啊，我剧本农场，因为做戏吼上困难的吼就是开发剧本，啊，编剧是一个足孤单的一个工课。啊，我剧本农场就是讲，阮会找即个较少年吼，啊，感觉有潜力的这个编剧，啊，为期1年，吼，啊，一个创作的陪伴，吼，啊，嘛出来了解家己安尼，吼，这是即摆已经做9年啊，吼，啊，然后经过1年了后，家己剧本出版，啊，嘛会独具的演出，吼，像这个就是拄啊，咱计装自行车的这个编剧，吼，改编编剧，吼，林梦华，吼，大志，吼，啊，我讲伊即摆做这个热带天使，即摆伊是迄落今年度的台中歌剧院的驻馆艺术家，吼，啊，当初是嘛足少年的时，即摆嘛算少年啦吼，当初是愈少年的时阵，啊，阮有王友辉老师，吼，这计划主持人，啊，带大家编剧，吼，啊，搁阮团队，吼，啊，作为创作的陪伴安尼，啊，互大家方向安尼，吼，啊，会作为开会讨论，吼，啊，虽然讲出来剧本，经过1年，同阮家己就做独具的演出，吼，独具演出啊，就友辉老师吼，跳落来独具的这个演出安尼，吼，啊，我就是阮对团员的训练吼，因为即摆剧团规模大，啊，而且阮的家己吼，阮家己无一个完整的产业，家己做戏和台北无共款，台北你要做啥物戏，吼，你可能需找演员，吼，介绍演员拢要等你找迄个 case，但是家己无共款，家己伊的产业较无像台北遐尔健全，吼，你要啥物人，你都要家己来训练，所以我有一个为期3年，吼，3年的独臂团员的这个训练，吼，各种的训练，吼，因的生活一般拢比我忝啦，吼，因为拢操到要闭去，而且佫是无薪水的，吼，因就是来遮啊上课安尼，啊家己家己佫会找头路，吼，啊想办法家己算饲养活，吼，啊来剧团学物件安尼，吼，3年，吼，一届就爱3年，吼，顶年才有第一届的毕业生，吼，个独臂团员每一年年底，吼，拢有一个伫阮的剧场内底，吼，新家己做，吼，互因做这个呈现，吼，这个独臂团员的训练，吼，这是顶年的这个岁末封箱的这个公演，吼，啊像这阮的虾仔，吼，伊即摆已经是阮的正式的团员，吼，就是毕业了，吼，咱看伊要留落来做正式团员，还是要家己搁去其他的所在发展，吼，拢会使安尼，吼，啊，大家看这张诶是迄落算19年前。吼，这是阮的团长，吼，条件，吼，迄个时阵伊第1年，吼，当来家己做，吼，迄个时阵伊阁还未考调台北艺术大学，后时阁第1年是考调世新大学，但是一心就是想要做戏，用伊第1年的暑假，吼，就当来家己，啊，迄时阵是安怎做戏的？就大家拢搁学生嘛，休暑假，啊，毋知要去佗，就当来家己高中，吼，啊，家己高中有60几班，吼，就上少60几个教室，一间一间去摇。去摇塔门，塔门若是无关好诶，就甲开开。倒啊伊啊刷去边仔，中这涂骹，吼你看，搁热天嘛，台北客就来摆戏啊。吼，啊而且迄时阵做戏，我第3年我有等于甲因做伙做，是演员爱交钱，吼，即摆无共款，即摆演员演戏是好尔，迄个时阵是演员爱交钱，我会记我迄时阵交6000箍啊，嘿，啊我因为我有演嘛，因为我迄时阵讲你演员逐个看会着，工作人员逐个看袂着。所以演员爱交钱，吼，其他就是安尼用一个暑假2个月，吼，啊，就把钱用遐钱开佫无够，吼，啊，就是一心就是想要做戏，啊，想要家己有家己的剧团，安尼，啊，时阵我嘛感觉着条件伊的决心，吼，啊，一路就是人数，吼，大家愈来愈苦愈活安尼吼，啊，我到前几年的春酒，吼，已经规模愈来愈大。即摆剧团固定上班就差不多要30个人，吼。啊，我即一路上虽然我家己的头路，啊，是安怎我会一直用我尽我所能，除了是我兴趣以外，另外一个上重要就是讲，我感觉一个所在啊，吼，就是其
技术会当改变一寡人，一寡人就会当改变一个所在。一个土地，伊就是家己是我的故乡。一个土地，只要少年人肯拍拼，这个所在就会起来。我这10几年就看条件带遮个团员，大家安尼一路一直拼，一直拼。我做一个家己人，我就想讲，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我就希望讲会当吸引愈侪少年人，甲伊做伙继续拍拼。差不多今仔日的这个分享的内容就差不多安尼啦。就是讲，我先看嘛，大家问题。大家无声，还是我拢无人听我讲话？有听到。哦，你上我先看我电脑小可问题，所以我有一段时间无伫进内底今仔日这个内容不止精彩啦咱即摆选来有一寡时间会通来问题来大家来对谈啦所以即摆若要问问题的人恁家己先甲麦克拍开，恁就家己讲话好无？因为我遮可能看袂到恁的举手